2025年新年就到啦，喺呢度先祝大家事事順心，萬事如意。今日要帶大家參觀一個我哋啱啱完成嘅單位，位於觀塘區，面積有639平方尺，2房1廳單位，大門口有一個特色屏風，連一個高身鞋櫃。飯廳位置做咗一個中腰櫃及到頂高身儲物櫃，善用空間又實用，配合餐台凳顏色，營造日式簡約風格。廚房外仲有一個全高記儲物櫃，客人可以放好多廚房同飯廳要用嘅嘢。廚房設計風格用咗黑白灰風格，設計師利用晒廚房嘅空間，令客人有更多位置煮飯仔。浴室跟住原有擺位去設計，但設計師用上淺木色面盤櫃及鏡櫃，加上淺灰色長身磚，既簡約又感覺舒適。主人房用咗白色及淺木色為主嘅設計，令房間空間感更大。實用嘅地台床設計加上床側亦做咗全高衣櫃，衣櫃側邊做咗一張書台。正所謂一應俱全，就係講緊呢樣啦。書房做咗一張窗台書台，連書櫃及一整個全高衣櫃，非常慳位又美觀。中間活動空間位非常足夠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設計，歡迎你哋揾我哋金城傾傾設計同裝修。